我今日為大家介紹一個特色嘅排屋 townhouse， 佢個位置咧就喺渥太華嘅東北邊 Manor Park。佢呢個地方非常之方便，大約5至10分鐘咧就去咗 downtown 噶啦。而呢個屋苑咧其實係一個低密度嘅設計，佢一共係只有32個單位嘅啫。我今日介紹呢個咧係一個坐北向南，有2000平方尺嘅4房單位。咁雖然呢個單位係我哋係一個排屋，但係佢全層都係好光線充足嘅，就唔同一般嘅排屋，可能有時喺中間嘅位置係會比較暗啲啦。地面嗰層咧就係主要有客廳、飯廳同埋廚房，而廚房咧就有一個特別嘅設計，佢有一個日光嘅玻璃房。而喺客廳嗰方面咧，佢就有一個落地嘅玻璃門，而兩邊嘅玻璃門咧都可以咧直通到一個400平方尺嘅特大私人花園平台。呢個平台咧就可以用嚟做 barbecue 啦，或者安排一啲私人聚會啦，係非常之輕鬆寫意嘅。2樓咧，我哋就有3間睡房同埋1間嘅家庭浴室。而其中之一間睡房咧，佢就有一個私人露台同埋一個衣帽間。3樓就係主人套房。呢個主人套房除咗有個套廁同埋衣帽間，有一個最令人驚喜嘅就有一個19尺高嘅樓底，一個天花同埋一個大型嘅橫梁窗嘅特色建築設計，你令到你睇到咧呢個空間感非常之高同埋非常之舒服嘅。物業另外有一個特別，仲有一個特別嘅配備咧，就係佢有一個地下嘅車位直達屋前嘅設計。我相信喺其他嘅屋苑係而家係非常之難揾到喎。呢一個設計咧就好似你住獨立屋一樣，有一個私人嘅車房係零距離嘅。屋苑嘅環境方面係非常之舒服啦，環境優美。因為佢係有專人係打理咧全年嘅園林花草，私人一個祠堂。而屋苑會所嘅設施裏邊咧係有室內同室外嘅游泳池啦、網球場啦、壁球同羽毛球場啦、健身室啦同埋桑拿房。至於日常需要咧，如果喺你屋企行出去幾分鐘，你已經可以去到 Farm Boy 啦，有其他各大超級市場啦、Shoppers Drug Mart 啦、一啲餐廳啦、銀行咧、醫務所，應該滿足到你日常嘅需要嘅。如果你有興趣，歡迎你立即預約你嘅私人睇樓時間啦。